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白沙屯的妈祖9天8暝出巡，早暝是行到中华园林，经过一间中古车行的时阵，这个乱桥突然间停落来，公桥的人员直直冲入去车行的办公室要来自驾。也毋过这个门口伤矮咯，乱叫勉强入去办公室，空间嘛无够。车行的头家赶紧搬家具，拍开所有的门，摆渡万难，嘛要互妈祖来自驾。实在是因为这个白沙屯的妈祖并无固定的路线，若互妈祖只是要来自驾，迄是真幸运的代志，真有可能是今年要发落。白沙屯妈祖来到中华园林市乱桥边拢是信徒，大家拢是双手合十迎接妈祖。妈祖乱桥经过这间中国车行，就无去行，停伫门口前前后后一连系刷来向冲入去中国车行的办公室。车行的大门无够宽，所有门塞真崩，才倒好乱桥通过。乱桥一入去，门就冻掉了，因为办公室无大，庙方人员嘛无法度入去。沙挖杂七的，我就不要把它搬开，门就是刚好你就不能再进出了。而且我那个办公室的宽度也不是很宽，就是这样子刚好就没有办法进出了。业者讲，当时伊赶紧将碰椅、桌啊、椅啊拢搬离开，摆渡万难，嘛要互这个妈祖入来。因为是虔诚的白沙屯妈祖的信徒，那妈祖经过拢会准备拜拜，想不到这摆是直接自驾伫伊的车行办公室，互伊有够欢喜。